我來關心中壢油脂有致癌物質的油，台中市府今仔日公布第3批的流向，包括國強精華、綠福開發等200多間業者。另外，因為泰山送檢的油甲中壢留存的樣本驗出來有爭差，衛福部講檢驗的結果暫時也無要公布，會先調查過程或者是檢體感受問題。泰山所檢驗出來的一個調和油，它的檢驗標準呢是超過我們的安全標準。中聯所存留的這個樣本比對，它的檢驗結果是正常，之間有落差，資料是不一致的。衛福部長趙宗良強調講，檢驗的結果有爭差，可能是咧抽樣本的過程當中都有問題，或者是檢體有造假情形，今嘛也未釐清，一律先預防性落市。因為台中市府今仔日公布的中壢第3批油的流向，差不多1305噸已經攏銷去，包括國強精華、甲綠福開發等274間業者，目前已經全部攏先落市。